女人喝下一瓶神仙水后，身体突然变红，接着开始抽搐不已。走到镜子前，她发现皮肤居然变得像婴儿般丝滑。女人高兴坏了，看到自己重返了18岁。回到家，直接向丈夫提出了离婚。可丈夫死也不同意，并且骂她是个忘恩负义的小贱货，气得女人破口大骂。下一秒，丈夫一把抓住女人的脖子，尽管女人如何求饶，她还是被丈夫推到了楼梯下面。吓得男人亚妈呆住了，他以为自己的妻子已经死了，赶紧叫来了殡仪馆的车子，但是由于外面下雨，车子要1个小时才能到。就当男人回头的时候，他又被吓得亚妈呆住了，自己的妻子居然又活了过来。他赶紧向妻子求饶，妻子让他帮忙把自己头扭过来。这时的男人哪里敢这么做，一气之下，女人直接按住自己的脖子，猛地一拧，妻子竟然又恢复如初。他赶紧把妻子带来了医院进行检查，可是经过了一系列的检查后，医生发现他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。然而下一秒，